同小朋友制定規則規矩呢，係具有雙向嘅作用。一方面呢，係限制咗高能量家長嗰種過度嘅監管同埋干預，為小朋友嘅自立創造空間；亦都限制咗高能量嘅小朋友任意妄為嘅傾向，為佢哋嘅行為設定明確嘅底線。另一方面，規則規矩嘅制定，令到低能量嘅家長可以反省教養上高一啲基本嘅要求，指導小朋友嘅時候呢，有個規範同埋操作點。規則嘅制定呢，亦都刺激咗低能量小朋友去表達意願啦，思考日常生活中有啲乜嘢標準係必須要達到，並且貫徹執行。簡言之，喺親子關係裏面呢，訂立規則規矩係有助限制高能量性格過度嘅行為，同時刺激低能量性格喺日常生活做出應有嘅標準，達到基本要求。嗱，關於大牛同二牛嘅教養方法，我想補充多一個重點，就係如果當一個細路仔佢嘅行動能即係佢想做嘅嘢直接受到制止或者喝止嘅時候呢，我哋就發現呢，好容易就將呢一個能量行動能呢就會直接拖向下旋。於是你會見到一啲咩現象呢？就係首先細路仔嘅面子同埋自尊心係受損，再進一步嘅下旋就係佢哋會出現一啲正面嘅對抗行為，同埋或者係消極嘅對抗行為。咁呢個就係一個高能量，一個係低能量性格嘅細路仔嘅表現啦。咁但係我哋嘅重點就係點樣通過有效嘅教養方法，將呢個行動能由下旋帶往上旋。咁如果你能夠將佢帶上上旋呢，你會發現我哋首先要做嘅嘢就係點樣去令到細路仔覺得佢嘅意願被接納，從而保護咗佢嘅自尊心喺呢一點。進一步啦，佢哋可以有機會自己做選擇，於是佢哋建立咗一種能力感。再進一步嘅提升就係佢哋慢慢通過呢個行動能嘅有效嘅發展呢，通過有效嘅教養，令到佢進一步發展嘅時候，佢哋就發展出一種自信心，佢哋變得自主同自立，甚至呢最後變成一種責任感或者成就感。因此，同一個能量行動能就好睇我哋作為家長點樣去帶細路仔啦。佢可以走下旋，亦都可以走上上旋。而大家望一望所有呢啲上旋嘅特質，亦都係我哋好希望通過有效教養，令到細路仔得以培育，而能夠做到所謂最後嘅自主同自立。因此呢，今日帶俾大家嘅課，怎樣制定和執行規矩呢個課呢，其實係非常有意義㗎。小朋友從他律學會自律，係成長之中一個好大嘅突破。如果淨係靠講下規矩小朋友就會遵從，事情呢係唔會咁簡單嘅。喺呢個課程裏面呢，我會介紹訂立規矩同埋執行規矩兩個重要環節。呢兩個環節呢係由5個步驟扣連起嚟嘅，缺一不可。家長跟從呢5個步驟嘅要求，反覆施行，逐步修正，就會達到效果，令到小朋友慢慢咁樣學會自律。